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为受到发放休耕地，农委会修改嘅32年来嘅休耕补助方式，推动调整耕作制度发放农地中长计划。按照102到105年4年之间，优先鼓励4月冬同4月冬两只期作入休耕嘅5万公顷农地来复耕。因正明年正月的如22年过后如会实施的，对政策讨论到宣布实施，也能短也正月的。最近有许多农民上台北来澄清抗争，希望休耕补助无变少的。台湾以农立国牵涉到冲太农耕制度嘅变革，对农村结构嘅影响，韩国系一定大嘅，更有必要按到紧。今日的内列专题，陆强下来探讨一个计划变迁带来的大众问题。这是农民海文斌当辛苦老田真平，迄讲天无平，有啲蔬菜生唔到水，农作物就唔会生。这个田系同苗的后路，顺好几大田做休耕地。休耕地那么多，有虫有鼠，而且环境也是一个问题。你每年只翻耕了1次2次，根本没有用。然后你有在做正常去下去工作的话，整个环境也会有改善。包括水涵养什么都会有。你没有下去弄的，又像旁边这个一样，整个都是草，搞不好1个1、2个人高，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不晓得，也会影响到周遭有正常在耕作的人。顺丰有休耕的田影响政见的动态，桃园新屋是台湾主要面向之一，配合政府投摆休耕政策，规向6000人公顷农地，千个记录有渐渐的北上休耕，休耕面积系北台湾千多的。近年来，后生人渐渐转到故乡耕种，20-30岁农民用一工做一张利益。今年日头系被普割反光雾的时节，不过这个雾有其他蔬菜做不露出的实体咧。这片全部係耕的田啊，由於休耕羽毛對面全部係休耕田啊，休耕佢變過嚟日後羽毛露出了之後過來，搞到係空羽毛，露出搞到日空啊，就是這片霧有啲損害啊，你這休耕政策，你做出來危害啊！韓國有啲嗰啲蟲嘅有冇蟲嘅咬不嚇到啊！照統計休耕政策實施以來，台灣種禾面積對民國73年減咗60萬公頃，降到一下25萬人公頃，春毛本單的一半。其中2期連電休耕的地大概有5萬公頃，排前3名的台南市12000人公頃千多，過來係桃園縣減有7000公頃，雲林縣有5000人公頃。用台南市做例嘅，長期傳統休耕嘅結果，最連帶休耕地加埋全台灣4股嘅一股。農民這個年紀也大了，另外就是說規模很小，那麼或者呢繼承的因素沒有辦法有其他的工作，而沒有辦法來耕作。所以政府有這個休耕的一個措施，所以呢，它就造成了休耕。它的補助是來自於那個有耕作人的田區的損害裡面，站在這個角度上，要彼此之間有一個不互相的不平等。所以我們有耕作的農友呢，都一直在反映，希望農田不應該要連續2期都休耕。有啲看到按這樣嘅話，唔係種來看這樣嘅，唔係種來食咧。其實也係休耕田種嘅綠皮，台南萬奈就可能到像按樣嘅田，人家做得按嚟講哦，按啲田越多，就代表休耕田就越多。農機車經過像村道平平嘅地，一種作物按照印度嘛。喺農地休耕接上看到嘅一種綠皮植物，喺台南種下也未看得出有一多嘅台休耕。遇到這個休耕嘅問題，農委會對高藤年正月嘅意思，把原來2期休耕嘅補助改做1期，那1期要轉做進口替代外銷產品，還有有機作物提起嘅提升一道，也留地標本天農。
65岁以上的老港中人还领得到离农津贴，一张年有2000的元。针对这5万公顷的2期奏都休耕的田区呢，我们还是维持它1个期奏的一个休耕，还是给它休耕的补贴。另外1个期奏呢，我们补贴它种植那个政府鼓励种植的作物啊，这样子的话，它的总所得会比它领2期奏的休耕更高。我们会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对，所以实施的期间，我们种种计划是定到105年底。总共有4年的时间。对港有1只政策正式宣布到实施，短短几张年来做改变30年来的休耕政策，当地农民并冇感受到政策希望表达的好意，地方政府没有意见。很多人就会讲说，那你要我休耕好，要就是另外1期要种的话，那到底我要种什么？那虽然说有一个就是进口替代，还有就是外销潜力的东西。可是呢，就是说整个规划的配套可能都还不是很完整。好，然后包括就是说，他农民的收益到底会有多少？哈，那我想这都是农民所质疑的。那现在政府的政策一改再改，目前就是1期5500嘛，那2期都要做，你另外1期没有耕作，就是没得领。那休耕政策2期，它可以领9000，那是个差额，所以农民一定没有意愿。所以政府的政策不要朝令夕改。那另外1期要叫农民做什么作物呢？有的位老农，他有时候是没有老婆还是没有老公的，他只有1个人，他田有4、5分，唔家只讲1年有补助200，对老人家家中也每个月安尼咧老年年金有冇？对他们帮助是可以大啦，迄家只讲唔见变100化，啲就影響嗰度啦。后生人小接定落港中，不过农田面积唔大，種唔出幾多位。宋正上到岐山漂嘅80%來種橄欖麥，佢希望到港中人退休過後，漂嘅到行較多一田。人機有嘅咩？嗱，希望講人老農來退休，幫人哋後生嘅來接班，人哋個價位比較高，來給人煮安尼，對老農也是一個幫助。有1期的工，你可以就是出租出去嘛，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官方有人讲说，那你不耕田的老农就把土地交出来嘛。可是因为这个交的过程它会有一段社会的磨合期啊。那这社会磨合期其实就会产生，就是说，要顾虑到有一些就是在这磨合期过程里面会出现一些政策的不适应症休耕係這樣是變通嘅辦法，下後變做長期嘅補貼政策。也政府想減少補助，要老港中人退休。檢查農地市場嘅公司改變呢，老港中人少，田太多嘅票無好價，票價行較大。係講老港中人見到唔肯票人，田農行喺潛到地，政策強怕兩頭唔搭車。未來要出租，迄陣人個農地出租袂出去啊！迄陣農地就變濟開，要租嘅人足濟地通租啊，伊就唔免甲你租到45000啊，伊反正25000，特別甲你租啊，安尼阮的權利就減去啊。我那時候也在講說，也在中央反映說，這些老農你如何當他的經驗在傳承，或者是說這些老農他退休之後，你是不是在農村裡面安排他一些生活啊？包括我們可能會結合現在農村再生之類的哈。那這樣子的話，他們才會覺得說，我退下來才有事情做啊，不然的話覺得說沒有耕作的話，你又叫他又沒有收入哈，又閒着沒事幹，我覺得他的生活一定會覺得很沒有趣啊。台灣係農業立國，也求打求安靜嘅田種建設，係一台沙定一台，20世紀講到來時咧，老港中人地學實體，咪希望有後生嘅來接，不過希望政策莫講變就變。對當初期爭取農田嘅後生田農來講，佢至少嚟搶樹葉，因為冇聽錯對老港中人唔好。因為農業嘅政策慢變來變去，唔通講政黨話政策就怎啊？你若可以家己選嘅阿伯，你的土地都休耕1期啊，1期無要休耕啊，1期來互伊種。有人少年去問，那假使咱問互伊選，伊若可無就是無要做，這較過為這可靠的人，伊一定會做，
因为无两期，两期拢休耕，一期休耕尔，你一期互伊做，结果我有钱领，伊较会愿意。以现在休耕领补助金，假设1公顷每年可以领9万元的话，营收是9万元。那我之前算过，它扣掉一些耕除的费用、绿肥的种子费用以及一些管理的费用，它大概实际净收入只有6万元而已。那如果休耕调降为一起做，再加上配合我们的活化耕地政策，还有离农津贴的政策，其实它老农的租金，我们预计租金大概1公顷会大概5万5左右。那再加上离农津贴，其实老农的净收益会比原来还高。农田休耕的原因，唔单止落耕种人无办法做的，还较大原因是唔免农民的人卖田来囤。农会调查，连续休耕田的地主有一半客家唔免农民。主用桃园做理的，对生活都太严，和桃园航空上企业范围对赌，蛮耐看到农田买卖广告。桃园按都市发展的结构做係农田加上买卖。在我们这调查里面，我们20万公顷的休耕地里面，有5万公顷的田地是连续休耕地。这5万公顷连续休耕地里面的地主大概有16万6千多人。这里面我们经过调查，有农保资格的只有占了42%，那另外58%它是没有农保资格，也就是说它是有其他工作的。主要有我哋买田有嘛，像特别买田，韩国。那个田有没有给休耕就拉嘞，冇就变得不以增值就拉嘞，唔是不用不用做，票不用做有冇？基本讲田不用拿这个对吧？桃园就离台北市近高度的工业老商业化有一部分的土地比例也不会太低就有钱人在囤地啦将来土地的时间，当然县政府的态度出讲，一天都拿出来不用讲，你也冇乜嘅好讨论的东西。这个部分我们会透过农会跟相关的产销班，我想最好的资讯来给这些地主，叫他们一定要配合。地方政府没冇听出中海反对新政策，中共政府当年的休耕补助28个人议员，发发係就大方向，田農將得得到大面積土地來耕種的機會。政府基本上，我想。它也不是说为了节省财务的一个收支啦，事实上改变只是某一部分那么某一部分大家认为说这个也应该做一些改变例如不能够连续休耕那每一块地每年呢一起可以休耕。那我想这整个政策是对的就是说它要活化休耕是对的可是问题是就是说如果你要去恢复这样子的一个制度的时候，我是觉得不应该贸然实施的。我觉得应该要有更完整的政策来说服农民然后或者是有县市政府的话要来配合这样子的推广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依循的方向然后而且是说这样整个反弹的声浪才不会这么大。这是我们的那希望缓冲的时间呢，大概有3年时间。过去的政策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一个依赖的结构。那依赖结构就是说，它形成一批老农退休潮，然后很多老农的收益结构都靠这个部分。那你要重新调整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时候那面对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转变，怎么就是说适当的让老人家的整个收益不受到影响，然后让就是说新进的有意愿耕作的一种新进农民可以顺利取得土地方面可能会需要就是比较细致的思考32年來休耕的補助，某種程度已經變作為台灣農田主因加息指標。地方政府希望改變有隻期間好賺錢，我中央則希望降價提升糧食刺激率。面對政策按價的調整，才有可能改變幾20年來形成的農村穩定結構。就算全世界氣候暖化，糧食生產改變仍然變多嘅，我打好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提升糧食刺激率，政府有很較長遠的打算冇呢？
政策要做安泰的改变，制度的设计可能唔复杂，不过措施嘅社会结构改变啥鬼复杂啵？尤其牵涉到规个台湾农耕制度嘅变迁，系咪应该个详细嘅来讨论解释，能有好避免争议？事实上，有关发法、专做测量同受体组太天奴也都相互有关的政策。头摆现正有375港组，刚才有7天嘅暗样，天奴嘅标题已经冇简单呢。更加受体组太天奴政策有谈论改变，天奴又要用嚟港中呢。下一段节目继续来看测量专做爱面对嘅问题。